後來，這個中華職棒閣加一位球員薪水破億，伊是味全龍隊的二壘手李凱威。根據球團公布的約談的結果，雙方至少簽4年，一個月平均的薪水大約80萬，總價值上懸來到1億，引發到外界討論。反方向的攻擊直接球打在左外野方向，最後形成了安打。開路先鋒李凱威，恭喜低調人打出安打的時候，這算是在幫他自己做些慶祝了哦，因為簽下了長年的大約啊。李凱威是去年12強的冠軍的成員，去年更加拿下到中華職棒的安打王、盜壘王、二壘金手套加最佳10人，總共4項的大獎。投到外角低的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